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羅 Sir 羅振邦博士，係智財投資學會嘅課程總監。歡迎大家收睇咧智財 TV。咁今天嚟講咧，有3個嘅主要話題，想同大家咧係分享下嘅。咁第一個嘅話題咧就話，我同 AI 講用呢個嘅人工智能，咁我想用呢個嘅 DMI 一個動向指數嘅模型去揾一啲爆升股。咁佢咧就同我揾咗一批嘅名單俾我。咁我睇過之後咧，發覺有一隻嘅股票都唔錯嘅，想同大家咧一間會分享下。咁第二個話題咧就想講下恒指嚟緊下個禮拜嗰個嘅框架波幅係幾多。咁而第三個話題會講下恒指最唔可以失手嘅一個嘅水位一個嘅支持位係邊個水位咧？咁今日嚟講咧就有呢3個話題嘅。咁我哋依家先講第一個話題先。咁我透過 AI 人工智能，咁我同佢講，我話要揾一啲嘅 DMI 動向指數嘅模型嘅一啲爆升股。咁呢個 DMI 咧個模型係點樣咧？就話一間都會俾大家睇下個形態係點樣嘅。咁佢咧就俾咗一批股票俾我，咁我睇過呢一隻咧都覺得幾好嘅，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呢隻股票係邊隻咧？就呢隻嚟嘅，就係呢個嘅1913。1913咧就呢個嘅叫寶拉特。寶拉特今日2025年10月24號，佢嘅收市價方面咧係49個2毫八，升咗咧2個9毫八，升幅今日咧有 6.4%， 成交方面咧有3億8600萬，成交都好多噶，都唔少噶。咁呢隻股票裏邊，我哋話 DMI 個圖係點樣咧？咁大家睇睇呢個狀況咯。咁呢一個圖嚟講咧，呢個部分呢個圖，咁呢個圖嚟講咧，其實咧就係頭先所講及到嘅叫 DMI 呢個狀況。咁一個叫做動向嘅指數，呢個叫動向指數呢個部分係。咁動向指數方面嚟講，咁我哋點樣睇個分析嘅狀況咧？最主要咧，我哋有2條線嘅。咁一條線就呢條紅色呢條嚟講咧，就叫正 DI 一個叫上升嘅動向一個嘅上升嘅動向。好啦，另一條就係藍色呢條。藍色呢條嚟講咧，呢條虛線呢條咁呢個咧就叫負 DI。咁我哋叫下降或者叫下跌嘅動向又得，或者叫下降嘅動向都得。咁最重要，其實我哋睇個方向係點樣咧？就話睇呢一個嘅部分。咁正 DI 要係升破負 DI， 即係我哋所形容到就話一個嘅上升動向，正 DI 係要升破一個嘅負 DI， 咁呢個為之咧一個突破嘅。咁其實可以通過AI 幫我哋去揾呢批股票，因為現在香港上市嘅股票有成2000幾3000隻，冇可能咧逐隻慢慢睇嘅。咁通過 AI 咧，佢會同我哋揾得到咁有邊啲股票喺今日呢個嘅正 DI 可以升破呢個嘅負 DI， 即係我哋所見得到呢度紅色呢度係升破一個嘅藍色呢個狀況紅色呢個係升破藍色呢一個可以揾得到出嚟嘅。咁呢個股票嚟講咧，你見得到現在用 DMI 有突破嘅狀況啦，有向上嘅動力。咁同埋再加上咧，其實呢個形態裏邊咧有多樣嘢嘅。我將個圖咧再放大啲俾大家睇。個圖咧就咁樣。咁你發覺咧，現在呢個走勢裏邊咧，佢升破咗之前咧有3個頂部嘅。留意翻佢之前嘅3個頂部係邊3個頂部咧？第一個呢個部分，第二個呢個部分，第3個呢個部分。今日嚟講係升破咗嘅。咁所以喺一個形態裏邊咧，其實亦都有個嘅動力因為今日嚟講咧係破咗呢3個頂啊。咁所以如果睇翻呢隻股票嘅走勢，可能未來裏邊咧有機會咧就進一步咧向上進一步有個嘅升幅。咁所以呢隻股票嚟講咧，覺得都幾靚嘅。從個指標一個 DMI 嘅一個嘅動向指標，同埋一個嘅形態方面，我哋有時所講一個嘅形態方面升破咗呢3個嘅頂位升破咗呢3個嘅頂位。咁所以呢個咧可以留意下。咁留意翻，咁我哋現在嚟講咧，其實呢個咧係用 AI 同我哋揾出嚟嘅呢隻股票。咁當中咧要留意到一個狀況，如果玩呢個嘅 AI 股個策略，咁我哋有3點要留意到嘅。第一，以今日嘅收市作為一個基準，以今日收市作為基準，就話未來裏邊升15%，咁我哋要食糊，或者跌10%就要止蝕。
同埋第三，咁我哋一般咧呢個都係做短炒嘅啫。咁我哋入市嘅階段咧，持股嘅時間唔多於5個交易天，咁啊要離場噶啦。即係話，如果係賺唔夠15%或者蝕唔到10%喺中間裏邊咧浮浮沉沉，咁我哋基本上咧5日到就要離場噶啦。所以咧呢個要留意下，如果用呢個嘅 AI 一個嘅揾股票一個嘅炒賣嘅狀況，咁啊有呢3點咧要留意翻嘅。嗱，咁呢個嘅走勢圖咧，大家都見得到啦。咁我哋試下睇下間公司佢嗰個嘅背景資料係點樣咯。嗱，咁呢度咧係一個嘅財經網站嗰個嘅報價資料嚟嘅 ，ETLAC 嘅財經網站。咁啊，1913寶拉達，咁啊寶拉達可能呢個名大家咧陌生啲，但如果用佢嘅英文名咧 Prada 咧，咁大家咧就應該熟悉噶啦。嗱，咁今日嘅收市價咧係49個2毫8，咁啊升咗2個9毫8，咁啊升幅咧有6.5%。咁呢度大家留意翻，咁就成交方面嚟講咧，有3億8千6百萬。嗱，間公司嘅市值嚟講咧，有1261億，所以間公司嚟講咧，都唔係細公司嚟噶。咁頭先我哋提及到 Prada， 咁啊嗰個嘅公司個資料點樣嘅咧？嗱，咁大家睇睇，咁啊大家留意翻，嗱，如果睇嗰個嘅英文名咧，可能大家咧容易熟悉多啲。呢就係佢英文名。咁啊公司係屬於一個紡織啦、服飾同埋配件嘅嗰個系列嘅。咁啊透過 Prada 啦、Miu Miu 呢啲嘅品牌啦，就從事一啲嘅生產啊、推廣一啲銷售嘅手袋啊、高級嘅皮具用品啊、成衣啊等等呢部分。所以呢個嚟講咧係啲消費品嘅狀況嚟嘅。咁啊公司嘅狀況業務概覽係點樣咧？咁呢度咧都好詳細噶啦。咁如果大家咧想了解到，咁啊裏邊提及到集團方面，咁啊喺一個嘅全球方面享有一個盛名，關於一個嘅時裝啊、奢侈品嘅狀況啊，透過 Prada 啊、Miu Miu 等等呢啲嘅品牌，從事一啲嘅生產、一啲嘅設計等等呢部分嘅衣服啊、鞋啊、皮具嘅一啲用品。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嚟講咧，咁呢度咧有詳細嘅資料，可以慢慢再睇翻。咁我哋好多時咧就話通過技術分析咧，去揾一啲嘅有機會爆升嘅股票。咁當然揾完之後都要了解到公司嘅一啲嘅業務嘅狀況，同埋最近嘅新聞係點樣。咁呢個嚟講咧，要係相輔相成嘅狀況嘅。不過以一個入手裏邊就先用個走勢圖揾一個嘅捕捉嘅機會，跟住先再了解間公司嘅背景。咁啊做法咧，咁個效率會高些少嘅。咁啊提翻大家啦，咁現在咧有時投資都要去學習下嘅。咁我哋現在嚟講咧有個嘅優惠。咁啊6個嘅投資課程，咁啊只需要1萬蚊學費就可以啦。咁去翻我哋嘅網頁 www.smartmoney.com.hk， 咁去翻呢個嘅宣錄影課程。咁呢度嚟講咧，就有一個超值版投資全科證書班。咁呢個係一個網上錄影嘅 A 班嚟嘅。咁呢個課程方面嚟講咧，學習期方面咧有150天。咁啊課程方面咧，主要嚟講咧有6個嘅內容嘅。呢6個嘅課程嚟講咧，基本上咧都概括到投資者一啲嘅需要噶啦。第一個嘅狀況，咁啊有個咧就最傳統嘅，就做股票嘅投資要去學嘅，就股票投資班。咁如果你話我想進步些少想靈活多些少，要有啲睇升睇跌嘅狀況嘅，都可以有獲利空間嘅。咁好多時候你會用到期指呢部分，有個期指班，有個嘅期權班，呢個就玩策略嘅。如果你話想簡單些少，容易學啲嘅，咁有個窩輪班。咁呢3個嚟講咧，我哋一般形容到咧係靈活嘅工具嚟嘅。不過嗰個投資方面咧，咁有時咧要識嘅嘢要多啲，咁同埋個風險管理咧要懂得嘅。咁呢3個班裏邊，咁一般嚟講你想 upgrade 自己提升嗰個嘅狀況嘅，咁呢3個都係一個要去學習嘅狀況嘅。咁同埋另外咧，有時喺投資方面咧，我哋要講下幾時入幾時出嗰個嘅 timing 嘅狀況。咁我哋好多時會用技術分析呢一部分嘅，有個技術分析班添嘅。咁同埋咧，如果你想係一個環球嘅一個視野，一個環球嘅一個嘅視野嘅投資嘅，咁呢個可以用到一個外匯啦，或者叫黃金嘅。咁呢度亦都有個外匯黃金嘅班，咁加埋晒6個課程咁一個學費咁學得到啦。咁如果大家想係學習方面嚟講咧，做些少，因為咧學得好啲，對投資方面咧始終有個幫助嘅。咁呢個咧就係投資嘅全科證書班，一個超值版嘅。咁學習期有150天。咁如果大家想係報名嘅，早些少啦。
咁我哋跟住咧就會講下恒指嗱嚟緊下個禮拜裏邊嗰個嘅框架波幅係幾多？嗱咁大家見得到，現在呢個圖嚟講咧係恒指嘅日線圖。咁啊今日嚟講係2025年10月24號，恒指收市價係26,160點。嗱咁今天升咗192點，成交方面咧2266億。咁今個禮拜裏邊咧總結升咗係913點。咁我哋話現在恒指嗰個嘅波幅嘅框架係幾多咧？好，咁我畫兩條線俾大家睇。好，第一條線就呢度，好呢個狀況。第二條線，好就呢度。嗱，咁當中嚟講咧，我哋就攞呢兩個嘅水位作一個嘅框架波幅。咁就現在嗰個嘅上位係幾多咧？就呢個嘅，好就呢度，就一個嘅26,367點。嗱26367，咁就屬於咧就係10月21號嘅高位嚟嘅，10月21號嘅高位。好啦，個框架嘅底部就呢個嘅25,145點。咁呢個嘅價位方面就係10月17號嘅低位，10月17號嘅低位。嗱，所以現在嚟講咧，個框架波幅區係幾多咧？就由呢個嘅25,145點至到呢個嘅26,367點。嗱，呢個就係框架嘅幅度。咁就急下個禮拜咧嗰個嘅框架波幅區，咁嘅大家可以留意下。咁啊，用一個概念好簡單嘅做法嘅啫，低揸高沽即係貼住呢啲嘅高位嘅，可能用一個嘅沽嘅方法喺跌裏邊去獲利，或者跌到呢啲嘅框架底部嘅，可能以揸貨方面作一個嘅短炒獲利。嗱，咁我哋就用呢個嘅框架作一個嘅低揸高沽嘅一個策略運用。咁呢個大家可以咧諗下呢個嘅做法。好啦，咁啊再落去，咁我哋講下，恒指方面最主要嗰個嘅最重要嗰個嘅邊個嘅水位唔可以失手咧？嗱，我哋跟住講下呢個問題。咁我哋依家咧要將個圖轉一轉去，轉咗做一個嘅恒指嘅一個嘅周線圖。嗱，恒指周線圖。咁啊，恒指周線圖嚟講咧，即係代表一條嘅巴就代表一個禮拜嘅。咁我哋就會攞呢個嘅浪底同上邊個浪頂作一個嘅運用。嗱，我哋話攞呢個浪底。浪底方面咧，就呢個嘅關稅戰開打之後嘅一個嘅最低位。咁啊，關稅戰開打之後一個嘅最低位係幾多咧？嗱，就呢個嘅19,260點19260。咁屬於咧係呢個嘅4月9號嘅一個嘅最低位嚟嘅。4月9號最低位。好啦，個浪頂個高位方面，嗱就呢個嘅係27,382點。咁呢個價位方面咧，就係屬於10月2號嘅呢個嘅高位10月2號嘅高位呢個狀況。好啦，由呢個嘅浪底去到浪頂嘅狀況，咁其實升咗幾多點咧？升咗呢個咧就係呢個嘅8,122點。我哋用呢個黃金比率去計翻一個調整，我哋用黃金比率計翻呢個嘅調整。咁我哋第一個調整位係幾多咧？就呢個0.382 0.382。咁即係話呢個嘅8122乘翻0.382作一個調整嘅狀況。咁呢個調整幅度嚟講咧就係3103點3103。咁即係話換句話講，個大市咧有機會落翻嚟一個重點嘅支持位係幾多咧？就等於呢個嘅27382。咁啊減翻呢個嘅3103。咁個價位方面咧就係呢個嘅24279。嗱，所以留意翻恒指方面咧個重點嘅支持位係幾多咧？就用黃金比率0.382嘅一個推算，就應該係24279呢個嘅水位。咁你話呢個水位嚟講，如果我用翻個黃金比率嗰個嘅圖顯示翻條線係點樣咧？好，亦都可以俾大家望望嘅。嗱，我哋用呢個部分睇翻。好，我哋攞呢個嘅浪底、浪頂。好啦，咁即係話喺邊度咧？其實咧條線方面咧就係呢度嚟嘅。嗱，條線方面咧就係呢度嚟嘅。好啦，價位方面就頭先提及到就24279。咁其實呢個嘅水位咧，亦都係等於呢兩個嘅頂部呢兩個頂部嘅部分咁一個嘅
承接，所以咧呢個嘅24、29咧都有一個嘅幫助嘅，呢兩個嘅頂都有個幫助啊，有個承托嘅，所以呢個位嚟講咧係唔可以失手嘅，咁大家要留意翻嘅。嗱，提翻大家，如果大家學投資方面咧要全面嘅，咁我哋個超值版投資全科證書班，咁一共咧有6個嘅課題。第一個有個嘅股票啊，咁呢個嘅屬於係最傳統嘅投資方法。咁啊入市方面要講求一個嘅分析，咁有個技術走勢分析班，有個期指可以做一個嘅短炒過夜都可以嘅，期權就玩策略為主。窩輪方面嚟講咧，咁可以亦都係一個本小啊一個嘅博高回報嘅一個方法。咁啊外匯黃金一個環球投資工具，如果大家喜歡嘅，咁呢6個課程嚟講學足佢嘅都係一個學費，咁啊大家把呢個嘅學習嘅一個優惠期，咁學好啲，將來投資方面咧一定有幫助嘅。咁如果大家喜歡我哋嘅內容，嗱記住訂閱喎，嗱你訂閱咗嚟講，再撳埋隔離嘅鐘仔，你先會收到最快嘅資訊㗎。咁同埋如果係喜歡嘅，俾個 like 我哋，嗱你嘅 like 好重要㗎，影響到我哋會唔會再製作下一集嘅節目嘅。咁當然啦，如果係覺得好睇嘅，要同你朋友分享下添㗎。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